市政署嘅市政在線 App 包含即時反映意見功能，市民可以隨時隨地向市政署反映意見，仲可以連結到今次動堂、街市通同食安資訊等，同時使用實進制換算同接收市政署最新資訊。市政在線 App 將陸續推出更多功能，滿足市民有需要，大家一齊嚟下載啦！市政署要你共建美好城市。各位，黃色低溫提示仍然生效。氣象局朝早喺大潭山氣象站錄得最低氣溫攝氏12.7度。預料聽日天氣仍然寒冷，呼籲市民釋放天衣，注意保暖。政府已經成立低空經濟發展工作組。持續受到冬季季風嘅影響，預料本澳聽日早上天氣仍然寒冷，咁但係日間會陽光充沛同埋乾燥嘅。咁展望隨後數日氣溫會逐漸回升，咁但係早晚天氣仍然清涼，日間天晴同埋乾燥，日夜溫差會較大嘅。展示粵港澳大灣區喺低空經濟領域嘅最新成果2025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高質量發展大會喺廣州開幕。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喺視像致辭嘅時候話，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低空經濟發展工作組，期望同大灣區共同促進低空經濟發展。低空經濟發展工作組2025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高質量發展大會喺廣州開幕。大會以創新引領、安全觸擊、灣區先行為主題，展示粵港澳大灣區喺低空經濟領域嘅最新成果同創新實踐。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喺視像致辭嘅時候表示，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低空經濟發展工作組。低空經濟是國家重要的戰略產業，也是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吸引擎。特區政府已成立了低空經濟發展工作組，與大灣區城市加強合作，共同為促進大灣區低空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大會吸引嚟自內地、香港、澳門嘅政府部門負責人、兩院院士、國際組織代表、行業領袖同產業鏈核心企業參會。澳廣視記者陸伊曼報導。治安警數據顯示，今年頭3季一共錄得11000宗交通事故。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當局檢視交通意外高發路段嘅設計，優化道路環境。有團體就建議當局檢視酒駕或醉駕罰則，提高公眾對酒精危害及酒後駕駛嚴重性嘅認識。本身呢度咧已經都成日帶小朋友嚟玩㗎啦。根據治安警數據，今年頭3季，全澳一共有11000宗交通事故。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話，事故原因多為冇保持適當距離同轉向唔小心、切換車道不當、轉彎時碰撞周邊物體等，亦都多發生喺交匯路口、迴旋處同繁忙十字路口。認為駕駛者需要提高安全意識，同時建議當局檢視相關道路嘅設計。當局都要檢視翻呢啲嘅街口嘅位置咧，佢哋一方面有冇足夠嘅距離啦，俾我哋嘅一啲車去預先，即係叫做可能提前去減低嗰個行車嘅速度咧。另一方面亦都可能要檢視一下喺出口位或者轉彎位嘅時候，駕駛者唔同路即係唔同方向嘅駕駛者，佢哋有冇足夠嘅視野啦或者視覺啦，可以留意到唔同方向嘅來車，又或者喺駕駛過程入邊佢哋有冇足夠嘅時間啦或者足夠嘅空間啦去進行相應判斷。而治安警喺今年頭11個月開展嘅截查及意外酒精測試中，有130人涉酒駕或醉駕。有團體話，節日期間飲酒行為可能增加事故風險，建議當局檢視罰則，亦都呼籲家長多關心年青人嘅出行同社交活動。我哋都係非常之關心我哋嘅年青人，我哋即係會唔會因着假期而放鬆咗有啲嘅酗酒嘅一啲嘅行為咧？而喺當中咧，我哋都呼籲翻啦，即係如果喺節日期間嘅裏面咧，我哋父母咧多啲去關心翻我哋嘅仔女嘅嗰啲嘅出行啦，同埋咩朋友一齊嘅去相聚啦。同樣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需要去呼籲翻我哋嘅青少年咧喺當中，即係唔好因着一時嘅興奮而喺當中去有一啲嘅飲酒行為
導致有一啲嘅不必要嘅一啲嘅傷亡啦。佢又話今年接獲嘅酗酒求助個案同比增加12宗，升幅大約30%。建議加強控酒措施，以發掘更多隱蔽嘅酗酒個案，提高公眾對酒精危害同酒後駕駛嚴重性嘅認識。香港電台記者李翠萍報道。居民持續關注大廈防火措施同家居用電安全。有住喺舊式樓宇嘅居民話，大廈一直都冇防火設備，消防隱患高。有團體就話會定期落區宣傳防火同走火知識，並持續同消防局上門檢測電氣爐具同電器等。喺昏暗嘅走廊入邊堆放住雜物，社區防火安全一直受到廣泛嘅關注。本澳亦都有唔少嘅三無大廈同埋舊式樓宇。有居民話大廈一直冇防火設備，加上有雜物堆放喺公共通道，消防隱患較高。咁會唔會擔心即係火警上嚟即係其實自己都唔知啊？唔知啊，關顧人身財物安全咯。咁啊靠自己乜嘢咯？小心啲咁樣咯。有時嗰啲人啊搬嗰啲木板啊出嚟個門口個騎樓嗰度咯。希望嘅政府整得多啲多同保障咯，整好啦。係咪啊？佢整唔到你要你啲人點樣都要撳警鐘啊？至多咪擘大個口就話不足啊！仲有你養人向到咪走咯。即係嗰啲電器嘅嘢要直時好難講，喺你買嘅質素點樣過啫嘛。有啲你買啲劣質嘅，梗係容易人嘅火災啊，或者出人意外，你買啲比較好啲嘅咪要啲保障咯。亦都有居民話大廈有定期檢查消防系統，平時自己亦都會注意將電器同埋火源關閉之後先再出門口。佢通知咗查消防啊嘛，會話安心啲啊！梗係啦。聖誕夜聽聖誕歌，我哋查到消防㗎，即係都係有留意到可能你棟樓嘅嗰啲防火設備啊，唔同地區嘅人都聚集喺一齊。有嘅，好有嘅。樂韻由羊大三巴由澳門落我哋有，即係檢查過先出門口。嘉頌社區消防主任鄭以豪話：今年有收到居民反映關於大廈公共地方堆放雜物嘅投訴，即時轉介俾消防局去跟進，譬如清理同加強巡查，亦都會定期落區宣傳防火同走火知識，並會持續同消防局上門檢查燃氣爐具同電器等。通過同我哋社團啦，同埋消防局一齊入戶咧，去做一個燃氣爐具嘅宣傳啦，同埋啲安全意識嘅一個加強嘅。咁通過呢個計劃咧，我哋可以上門同居民做咗個防火嘅宣傳工作啦，亦都係同佢哋嘅大廈啦，或者係單位裏面一啲燃氣爐具嘅安全嘅一個工作去做一個檢測，咁令到居民咧對於呢邊方面嘅一個工作咧會有更加多嘅一個即係認識啦，或者係知道自己嗰個單位裏面嘅時候有啲咩爐具啊或者電器啊係需要一啲即係更換啊，或者係要定期去維護咁樣咯。佢又話近日嘅氣温預料會進一步下降，呼籲居民喺使用暖風機嘅時候注意防火。澳廣視記者侯翠報道。機會喺大三巴參與更加多嘅露天音樂會。天主教教宗良14世主持聖誕彌撒，佢呼籲為飽受衝突遊難嘅地區實現和平，並呼籲結束中東同烏克蘭嘅暴力。教宗良14世喺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持任內首場聖誕彌撒。教宗話手無寸鐵嘅民眾，佢哋飽受無數戰爭嘅蹂躪，無論戰爭仍然喺度進行，抑或係已經結束，都留下咗滿目瘡痍同無法愈合嘅傷口。佢呼籲結束一切全球戰爭，並對烏克蘭、中東、泰國同柬埔寨等國嘅政治、社會同軍事衝突表示哀悼，強調和平只能夠透過對話嚟實現，願相關各方有勇氣進行真誠、直接且尊重嘅對話。教宗向聖伯多祿廣場嘅信徒講話時敦促，要摒棄對嗰啲失去一切嘅人，例如係加沙難民同嗰啲貧窮嘅人，以及眾多為咗追求更美好未來而穿越地中海同美洲大陸嘅移民嘅冷漠態度。澳廣視記者黃國俊報道。
英皇查理斯三世以預錄方式發表聖誕文告。英皇查理斯三世以預錄影片喺新聞字拍攝。查理斯三世呼籲各界人士，就算面對分歧，都要展現團結同和解嘅價值觀。而喺俄烏戰事陰霾下，亦都提到要透過寬恕獲得和平，以互相尊重去建立新嘅友誼。文告嘅尾聲由一個烏克蘭合唱團重唱聖誕歌。另外，查理斯三世同皇室人員到英格蘭歡度聖誕節。佢早前透露，醫治癌症嘅進度良好，出年可以減少療程。治安警數據顯示，今年頭3季一共錄得1萬1千宗交通事故。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有其他新聞。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當局檢視交通意外高發路段嘅設計，優化道路環境。有團體建議當局檢視酒駕或者係醉駕嘅罰則，提高公眾對酒精危害以及網紅 Lily 拍咗條茶餐廳試食片啊，仲勾起咗崔記大廚阿強嘅舊傷痛添。高手機會終於到啦！原來啊，佢曾經輸過俾馬記大廚周維星㗎，就係輸咗碟摩羅雞飯咯。今次佢話要拎起鑊鏟，幫自己同崔記爭翻口氣喎。澳視澳門91台12月26號晚9點，澳門綜藝95台12月29號晚10點9。澳門麥溝96台12月27號中午12點半，崔記茶餐廳之摩羅雞飯之戰。街口嘅位置咧，佢哋一方面有冇足夠嘅距離啦，俾我哋嘅一啲車。認識澳門保安部隊，了解佢哋嘅職能、工作同理念，密切警民關係，凝聚警民合力。出口位或者轉彎位嘅時候，駕駛者共同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嘅安全同發展。由保安司以及轄下所有部門聯同澳廣視製作《警民同心》警務綜合節目，星期六晚8點，澳視澳門。而治安警喺今年頭11個月開展集合粵港澳3地青年學生，以英語結合才藝，向國際展示中國城市特色及中華文化。第4屆 Shine Like Stars 青少年英語嘉年華全國賽，用英語說好中國故事。12月27號晚上8點25分，澳視澳門91台。12月31號晏晝4點，澳門綜藝95台，綻放潛能 ，Shine Like Stars。粵曲作為傳統嶺南文化藝術，已經流傳多個世紀，強大嘅藝術生命力，甚至影響住現今嘅流行音樂文化。呢塊中華瑰寶，經過精雕細琢，又再匯聚於此，誠邀你粵港澳大灣區嘅粵曲唱家，展現你嘅才華。澳廣視主辦第2屆灣區粵曲大賽，現已接受報名，把握機會，唱出你心中嘅粵曲樂韻。澳廣視開創媒體發展新里程。澳視澳門電視頻道繼2023年落地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現已拓展至中國內地全境。澳門麥靠衛星電視頻道覆蓋範圍亦從亞太區內53個國家，陸續覆蓋至更多嘅葡語系國家。更廣泛地區嘅觀眾將接收到澳廣視嘅新聞、資訊、多元化節目同精彩嘅澳門盛事。澳廣視嘅電視、電台同多媒體平台將持續優化服務質素，提升受眾接收資訊嘅便利性。最寬廣嘅視覺，更全面嘅澳門，請鎖定澳廣視各平台。喺昏暗嘅走廊入邊堆放住雜物，社區防火安全一直受到廣泛嘅關注。翻嚟新聞時間，現時仍然有部分危險品儲存喺各區工業大廈或者係靠近民居嘅地方。有居民話擔憂對社區安全構成威脅。有議員就期望政府盡快做好永久危險品儲存倉相關建設同規劃工作，減低危險品儲存所產生嘅風險。小心啲咁樣咯。有時嗰啲人啊，隨住位於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人工島嘅澳門燃料中途倉搬遷完成，青洲臨時燃料中途倉停止運作。而澳門危險品分為9類，包括爆炸物、氣體、易燃液體、放射性物質、腐蝕性物質等。現時仍然有部分危險品儲存喺各區工業大廈或者靠近民居嘅地方。有居民表示擔憂，期望可以將各類危險品盡快遷離民居。易燃物品
嘅擺近民居一定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其實你好老氹都好多空置嘅地方，我起臨時倉唔需要真係擺民居咁危險。擺一個固定嘅儲存倉，咁佢有一定嘅消防系統去保障，其實都應該都係一個好事嘅。都係覺得係遷離啊！係，始終都係咪遷離民居啦？其實好多城市都唔會話同民居擺得咁近。OK， 佢有規定到數量可能好啲，咁但係咁即係對於我哋即係自己自身而言，咁當然你冇話最好啦。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啲唐樓嗰啲咧，如果消防嗰方面咧可以得閒嚟睇一睇，佢哋會唔會即係派太多雜物喺度啊？起碼有個空間地，即係如果真係有啲事上嚟，可以俾人有一個通道離開咯。立法議員梁鴻勢表示，大型嘅燃料、燃氣方面嘅中途倉已經搬到人工島，對居民構成最大風險嘅隱患已經消除，而危險品監管法律制度亦已實施。對於原料以至危險品嘅輸入、運輸、儲存等方面都有清晰嘅法律制度依循，相關部門亦會定期巡查，相信唔會對公眾構成太大威脅。唔可以超過一定嘅數量啦，咁呢個變成都係一個風險可控，同埋都有一啲特別安全嘅守則，同埋政府都會日常進行巡查啦。咁變咗會對燃料燃氣方面咧，呢一個風險咧應該係減到最低㗎啦。咁可能對於一啲另外嘅一啲危險品啊，譬如有爆炸性啊、有毒啊嗰啲，會建造一個永久嘅危險品儲存倉。如果呢個危險品儲存倉完成咗之後咧，咁社區上一啲危險品咧就可能就會集中去儲存咯。咁呢個亦都係對我哋一啲社區嘅安全咧有更大嘅保障咯。佢又期望政府盡快做好永久危險品儲存倉相關建設同規劃工作，包括周邊配套設施以及運輸道路同路線等，減低危險品儲存所產生嘅風險。澳廣視記者黃珊報道。一年一度嘅聖誕節，有唔少嘅家長都會安排家庭樂，同小朋友一齊過節。有家長話，今年嘅荔枝碗船廠片區充滿聖誕氣氛，適合一家大細嚟玩，一齊睇睇。聖誕節除咗食大餐同埋交換禮物之外，仲有家長選擇帶小朋友嚟到荔枝碗船廠片區去參與冰上嘉年華。喺冰上嘉年華，你可以一邊欣賞住路環嘅天然地貌，一邊感受住澳門豐富嘅歷史記憶，亦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嚟到真冰溜冰場，一邊溜住冰，一邊歡度聖誕。咁你知唔知今日係咩節日？聖誕。你覺得呢個好唔好玩啊？好玩。溜冰活動。好多城市都唔會但係好似好難平衡咯。有家長話片區充滿聖誕氣氛，特登提前預約溜冰活動，同小朋友享受親子時光。其實本身呢度咧已經都成日帶小朋友嚟玩㗎啦。咁但係如果佢咁啱今日即係整成冰咧，就好有聖誕氣氛啦。而且佢側邊仲有嘢食有嘢飲，同埋家長都可以又陪玩又得，或者休息又得，即係都幾方便同埋幾合適一家大細嚟玩嘅。澳門好少呢啲地方玩啊嘛。咁啊，如果戶外嘅話，應該係第一次嘅。我覺得呢邊嘅氛圍已經消除。唔錯㗎，呢個舊船廠啊，以前即係舊紙利用都幾好嘅。嘉年華亦都設有冬日市集、打卡裝置以及係劇團表演。有劇團負責人話，今次更加邀請咗泰國劇團喺片區一齊演出，認為整體嘅氛圍好好。開咗溜冰場之後咧，真係大人細路都會過嚟玩咯，同埋啲設施都做得好靚咯。其實呢度好好嘅地方係佢有自然環境，然之後又有好多娛樂遊樂嘅設施咯。咁我哋就覺得係好適合社區嘅藝術嘅。其實有商戶就話聖誕節人流尚算理想，亦都期望擺攤可以推廣自己嘅咖啡品牌。澳廣視記者侯翠怡報道。珠海坪沙鎮舉行植樹活動，種植過百株櫻花苗，預計會喺春節前全部盛開，希望以此吸引旅客到訪當地，帶動經濟。永久危險品儲存倉相關建設同規劃工作。嚟自珠海坪沙鎮嘅居民分工協作，將櫻花苗植入土入邊。呢啲櫻花苗都係由企業捐贈。預計喺出年春節前，呢度將會迎嚟一片櫻花林，並向市民免費開放。浪漫之城應該有浪漫之花，我們就選擇了這麼一個公益的方向去做這個提升。那希望通過這個場景的打造呢，以後也能為前方人民找出一條在文旅和農旅發展的一個道路。
近年屏沙鎮將綠化工作同生態治理、產業發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2024年至今，種植各類苗木2萬幾株，打造出多變花海，每年夏季吸引遊客前嚟觀賞。我們聚焦綠美生態建設6大行動，科學選定集中栽植區、邊角古蹟區，在4環5邊擴綠增綠。26年全域計劃新植樹苗約2.4萬株，已完成改造低子低效林4000畝，完成新造林復育3100餘畝，新增紫園公園、長安路公園、燕翔灣公園等公園綠地34個。屏沙鎮亦將喺景觀帶周邊串聯萬行步道系統，完善休閒設施，並發展生態旅遊、鄉村旅遊，助力鄉村振興。報廣司記者袁冰報道。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指示相關部門繼續研發導彈，以增強威懾力。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喺多名官員陪同下視察重要軍工企業，了解導彈同炮彈生產情況。金正恩提到，導彈同炮彈生產部門喺提高戰爭壓制力方面佔有最重要嘅地位。又話根據將來嘅武力運用需求，有必要擴大導彈同炮彈嘅整體生產能力，更新現有生產結構，提升軍工產業現代化水平，以及提交最新版嘅俄烏和平計劃草案。俄方正分析緊，關注俄烏局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美方官員通話，討論最新版嘅俄烏和平計劃草案。至於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就話，俄方正係分析該草案，將會繼續同美方溝通。規模同武器種類做出額外限制。俄羅斯同烏克蘭代表早前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分別同美方代表舉行會談，尋求結束俄烏衝突，以及討論俄烏和平計劃草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當地星期4話，參與會談嘅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已經向總統普京詳細匯報會談嘅全部細節，以及提交最新版嘅俄烏和平計劃草案。俄方正分析緊，然後根據普京嘅決定，繼續同美方溝通。彭博社報導引述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宮嘅匿名消息人士話，俄方將要求修改美烏達成嘅和平計劃草案，當中包括對烏方嘅軍隊規模同武器種類做出額外限制，亦都希望得到保證，若果烏克蘭加入歐盟後，會唔會確保中立，以及北約唔會向東擴張等。不過，俄羅斯外交部批評報導係假新聞。烏克蘭近日已經公布同美方達成嘅草案，涉及20點內容，包括提出烏克蘭武裝部隊喺和平時期嘅規模維持80萬人，以及美國、北約、歐洲向烏方提供類似北約集體防衛條款嘅安全保障。並且表明烏方唔會放棄加入北約。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社交平台發文，話星期4同美國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女婿庫什納通話討論草案。佢形容通話良好，雙方交流咗一啲重要細節同多項構想，又強調烏方正日以繼夜工作，期望盡快結束俄烏衝突。澳廣視記者周麗儀報導。今日天氣預測，今日天氣寒冷及乾燥，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3至4級北至東北風，間中5級及有陣風，氣温大約係攝氏12至18度，相對濕度介乎45%至到70之間。各區最高氣溫指數40至到60之間，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5，級別屬於中等。將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到實處，持續深化群眾身邊不正之新聞報導完，再會。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強化監督執理問責，切實增強制度執行力，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深化標本兼治，不斷增強治理。開創媒體發展新里程。立法會換屆，官員多項調動，4大項目推進，衛星傳播網，極度天氣頻繁，完善現金分享。
盛事活動連連。12月29號夜晚9點20分，同你重溫2025本地大事回顧。喺你同細佬玩公園行動，我來說學通啦。我講嘢好細啊，佢仲有個影燈對㗎。我想要歐文樂還有音樂隊，一群人跳舞在草地。真神奇的燦爛的風和海，今日中午12點、晚上8點、第日嘅凌晨1點，澳視澳門。聰明活潑嘅狗明星就係佢，貝多芬。呢隻狗狗諗住開心過佳節，但偏偏遇上大危機。貝多芬同佢芭比拍檔挺身而出，要去揾翻裝滿愛嘅百寶袋。12月27號中午12點半，吹夜茶餐廳之香港之戰。貝多芬聖誕大路演，今晚10點，官員多項調動，4大項目推進，衛星場落播，極端天氣頻繁，全面現金分享。